患者若是出現烏卡是真緊急的狀況，為着提升存活率，這新北市府就和病院合作，打造搶救鏈，把握時間來救人。要打架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橋倒擺民眾看雙方未順感，開始相拍，現場也傳出有人烏卡。救護車都已經執行。警察車、消防車和救護車攏來到現場，要趕緊救人。以救在線頂甲現場的民眾做 CPR， 警方送來 AED， 有醫生對來現場做急救。這是新北市烏卡緊急演練現場。過去病人要到醫院之後才會啟動葉克膜，現在不用，現在在院前。當他發現說這個病人需要葉克膜的時候，我們在院前就可以啟動。我們把醫師帶到院前，如果有醫師在現場，相較於只有 EMT 在現場的話，所有重症的存活率會乘以1.2倍。一般救護車攏敢若有消防隊的救護員，但是新北市救護車即馬有配合醫生，連接送病院進前到送病院了後的搶救鏈。新北市烏卡救回來好起來出院的比率，也對民國99年的3.1%，逐年提升，到去年一定達到12%。在咧今年3月烏卡救回來的也超過3000人，新北烏卡存活率也正做全國第一。現場的所有消防局的英雄們，鬼門關把我拉回來，那可以繼續照顧我未成年的兒子，還有我那80幾歲的父母。記者會現場，新北市政府邀請康復患者在咧現場分享伊故事，要衷心的感謝和感動。市長侯友宜嘛和恢復健康的民眾做伙設計兩個。侯友宜表示，當年全國緊急救護案件超過130萬件，新北市也超過23萬件，是全國上多。會繼續配合消防局、衛生局和急救職能病院互相合作，搶救生命，守護市民的健康。記者陳林曉凱台北報道。